1秒鐘，西電東送輸送嘅電量達到2.9萬度，一年總送電量超過9200億度，能滿足全國超過一半嘅家庭用電需求。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，我國要加快打造一批清潔能源基地，提高特高壓輸電通道利用率同清潔能源消納能力。十四五期間，我國開工建設19條特高壓工程，佔到總數近一半。5年入邊，跨省跨區輸送嘅總電量超過8.8萬億度，一個以特高壓為骨幹網架、區域間高效互聯嘅能源大動脈，有力支撐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。能源安全關係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全局，係最重要嘅安全之一。